當車碌過嶺南嘅清風，當青山碧水撞入眼眸，我哋開始咗呢一場惠州218公里公路自駕之旅。呢條路就係廣東最美旅遊公路，用一個8字形嘅環線串聯起羅浮山同埋南昆山。今日就先兜羅浮山行一圈。第一站，我哋去到蜆江水庫嘅觀景台。喺呢個270度觀景台上面，極目遠眺，一汪碧水，好似鏡咁樣。對面連綿嘅羅浮山山脈清楚倒影，岸邊有蘆葦輕搖，構成咗一幅天然嘅山水田園畫。呢度呢就宣傳係廣東小李海，當然有啲誇張啦。但係勝在喺大灣區裏邊，距離深圳、廣州都係1個鐘車程，隨時都可以出發。遇到 cosplay 嘅靚女電單車手啊！沿住觀景台繼續向前揸車，就係蜆江水庫驛站啦。驛站呢就挨住環湖綠道起嘅，配套好齊，有咖啡、小食。呢度係旅途嘅能量補給站，仲有電動車同單車可以租。我提議呢，下次帶返架單車嚟，走返一轉環湖27公里，嚟再感受下路在景中，人在畫中嘅意境啦。一路向前，下浪溪驛站就係藏喺羅浮山下邊一條溪邊。將架車停咗喺小溪旁邊，開咗啲野餐台凳，喺車裏邊拉一條220瓦嘅電源，攞出個電磁爐，嚟一次大自然嘅椰子雞火鍋，正到！雞呢就係鄉下個街市啱啱買嘅走地雞，仲有新鮮嘅肥牛肉，8秒，清甜嘅草莓。溪水潺潺流過，坐喺呢個洗腳咖啡席上面，隻腳就浸住啲水，手上捧住香氣四溢嘅咖啡，食住美味嘅甜品，呢個真係治癒感啊！係自然同埋煙火嘅完美碰撞。告別下浪溪畔嘅美食，我哋繼續揸車去蘇牟村。呢度隱藏咗羅浮山後山嘅千年古道觀——蘇牟觀。呢度係東晉葛洪嘅煉丹聖地。紅牆黛瓦，覆蓋住青苔，古木參天，帶住遠離塵囂嘅禪意。呢度有乾隆嘅題匾，古老嘅碑刻，一路訴說着千年嘅歲月。呢個道觀同香港亦都有啲關係嘅。最近一次嘅修護工程係香港縫紉仙館捐錢做嘅。下一站導航去13壩驛站，個航線就帶咗我哋去入一條鄉村小路，僅僅夠一架車過。如果對頭車，就大家要挨邊避讓。不過唔使驚啊，呢一條就係218環羅浮山嘅旅遊公路啦。越過個山坳呢，由博羅縣去到龍門縣。第一站就去到13壩驛站，
呢度係以蘇式5卷一方藤枕作為靈感。驛站就有充電樁，啱啱就可以停車休息，順便充下電啦。呢條清朝嘅古石橋，經歷過歲月嘅沖刷，依舊保留住古樸嘅風貌。好，喺呢度休息唞下，飲杯咖啡，增城增光，咁就可以感受下蘇式筆下嘅悠然心境。跟住經過麻沙鎮之後，我哋嚟到增江竹畔驛站。竹影婆娑，光風拂面。增江係東江嘅支流，由龍門一路經過增城，匯入珠江。呢度係水上運動愛好者嘅打卡地方，有獨木舟、槳板可以租。可惜而家就係初春枯水期，要等到夏天、秋天先至可以體驗啊！每一個驛站都藏住唔同嘅驚喜。下一站就係千年古榕驛站。呢一棵係北宋年間種嘅千年古榕，好似一個沉默嘅老人家，見證住呢一片大地嘅歲月變遷。河對岸起咗好多藝術建築，水平好高。驛站裏邊有個文學迷宮，趣味十足。細路仔就喺裏邊玩，大人就喺榕樹底嘆茶飲咖啡。出邊又有市集，好多小食，好多嘢可以買。嚟到旅途嘅倒數一站係六平石灘驛站。驛站裏邊呢個刀甩藝術裝飾咧就好正嘅。呢度就係網紅打卡點，腳底下就係綠色嘅石灘溪水，旁邊係層層疊疊嘅山林，喺呢度吹下山風，聽下溪水，將旅途嘅疲憊一一驅散。當夕陽西下，暮色浸染群山，我哋嘅旅程亦都去到收尾啦。我哋住喺荔園派對民宿，就藏喺羅浮山景區附近嘅民宿嚟嘅。成個花園都係荔枝樹、龍眼樹，空氣裏邊一陣清甜嘅水果香味。嗰度有嘢沖啊，有杯嘢。唔係嗰度有好多嘢可以煲水又成啊！嗰度廚房嗰度。哇，這個很專業啦。遇到同行嘅電單車黨，大家一齊喺大院裏邊燒烤，飲下啤酒，傾下旅途嘅趣事，睇下星光點綴夜空。呢個先係自駕旅遊嘅最動人嘅煙火之味。